靈魂主義。靈魂主義係一種新科學，佢透過無可駁斥嘅證據，向人類揭示靈性世界嘅存在同性質，同埋佢同物理世界嘅關係。佢出現嘅唔係超自然嘅嘢，相反，佢係大自然嘅其中一個活生生同活躍嘅力量，係無數現象嘅來源。而呢啲現象到今日都仲未被完全理解，而因為咁，佢哋就被降級到幻想同奇蹟嘅世界。基督喺幾次場合都暗示過呢個情況，呢個就係點解佢講嘅好多嘢仍然係唔可以理解或者被錯誤解釋嘅原因。靈主義提供咗一個可以輕易解釋所有嘢嘅關鍵。舊約嘅律法係喺摩西身上體現出嚟，新約嘅律法係喺基督身上。咁靈主義就係神律法嘅第三個啟示，但係佢冇人將佢人格化，因為佢代表唔係由人類，而係由天上嘅聲音嘅靈透過無數中介嘅合作，俾世界各地嘅浸出。喺某種程度上，係所有靈體所形成嘅集體工作，佢哋提供理解自己世界嘅手段，為所有人類帶來啟蒙，同埋每個人返回靈性世界時等待佢哋嘅命運。正如基督所講，我嚟唔係要摧毀律法，而係要履行律法。靈論亦都話，我哋嚟唔係要摧毀基督教律法，而係要執行律法。佢冇浸出任何同基督所教導嘅相反嘅嘢，相反，佢發展咗佢，以一種所有人都可以理解嘅方式去解釋佢，同埋完成咗以前只係以隱喻形式先知道嘅嘢。靈修係喺預期嘅時候嚟到，為咗兌現基督所宣布嘅事，同埋為未來嘅事嘅成就做好準備。就係喺呢個時候，基督嘅工作，正如佢所宣布嘅，佢主持緊而家發生緊嘅再生，亦都係為神國喺地球上嘅統治做好準備。